3月初四是世界大考日，卫福部表示，这大考是慢性病和生活形态是有关系。全台湾一半以上的民众，即马是拢坐咧无要叮当，大人大考的几率都有50%，而且这10大死因当中是有8项拢甲大考有关系。也那囡仔其实嘛袂使上大考，因为会影响到发育。 过去老一辈定来讲，细汉大考毋是大考，不过医师警告，细汉大考可能带来健康危机，那可能让高血压、糖尿病提早发生，也可能性早熟、胃抽管。这个跟它的荷尔蒙的代谢是相关的。那我们肥胖的产生的一些相关的荷尔蒙，可能会使得性早熟比较容易产生。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调查，台湾高中生体重计重也有大考的比率达到30%，平均每3个青少年就有一个体重超过标准，而且超过70%伫大人了后继续大考。这甲民众的生活形态有关系，因为近半数民众常常坐咧拢无叮当。 大人大考比率50%，民众10大死因内底8项甲大考有关系。那长期大考未来发生糖尿病、肺质无正常风险，比一般人高出3倍。隐性的肥胖，可能他是 BMI 正常，可是他的腰肚子比较大，他的腹内脂肪就是我们的内脏脂肪比较高。这一群人也是需要去做防治的。怎么让员工在职场中透过更多的科技智慧的导入，以及居家环境的设置，让他们的这个运动成为一个普遍的氛围。国健署强调，今日大考防治的重点会加入同步合作，鼓励企业用实际行动响应健康促进政策。因为国外研究证实，推动工作场所健康的促进，能降低员工离职的比率，避假日甲工作意外，创造劳资双赢、健康多赢加正面形象。记者综合报道。